一起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在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向神献上感谢。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教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或许遇到许多的难处，但我们相信，我们要透过祷告来再次经历神你的恩典，透过祷告来与主你面对面。求主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平安的恩典当中。主啊，我恳求神再一次引导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来得着智慧的心，也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畏主。主啊，求神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你恩典的道路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何等的美善。主啊，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从无到有，从贫穷到丰盛。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愿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的恩典道路上，能够成为一个得胜刚强的人，有喜乐盼望的人，有智慧，有平安，有能力，能够为主你而活。谢谢主，我们要再一次在你面前，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生活在台湾这片土地，我们更需要为这片土地来祷告，为台湾的人民在许多的自由平等，在许多的工作上面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希望期待与改变的地方，我们都恳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是用斗争，让我们不是用许多个人的心思意念，乃是能够照着神你的意思，能够在神你的国度里面来成就神你美好的心意。主啊，我们向你求，我们是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恩典的洪流里面，能够带出有平安的生命。愿主你能够时常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时常为台湾这片土地来祷告。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大桥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投入在祷告的行列里面，我们一起透过祷告来经历神，透过祷告来遇见神的荣美。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再一次相信，用祷告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要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与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要透过更多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软弱的心得以刚强。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再次用这首诗歌，让我们用更多的祷告的心来唱，求神救恩的种子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祷告的泪水感动里面，能够带出能力与盼望。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
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救。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你必垂听。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你必垂听，你必垂听。因你心事，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主啊，你是信实的神。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没有害怕，单单来到主你的面前，开口来赞美主。不管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们所遇到的患难，我们所遇到的瓶颈，但我们的心里依然保有平安与喜乐。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神。愿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感动与祝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也让我们一起在奉献当中来看见神要带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如果你不了解奉献意义的，你可以不用奉献。也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观看现场直播的弟兄姐妹朋友，也邀请你能够带着你的感动的奉献的金钱，一起带到你就近的教会来祝福神的教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
的呼求，使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牧师来做大桥教会的相关的消息报告。那在我们2月23号要召开会员合会，那再请每一位小组长、牧区同工能够将你们的资料，能够在1月22号以前，至少在1月22号以前，让我们能够完成相关的资料动作。那我们在下个礼拜，牧师跟小长老还有同工，我们要一起去到五甲教会高雄来募款。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为我们募款的工作来关心代祷跟奉献。那下礼拜会由我们的神学生蔡尚恩这个神学生来做主理那我们下礼拜的华语礼拜一样照常举行。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个期末考阶段寒假期间，也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这些年轻朋友来祷告。那我们大专生、原住民朋友还有大学生，他们都已经回到他们的家乡应该已经进入寒假了也请大家继续关心。那我们在新春礼拜我们一样在礼拜3我们照常举行，也邀请大家能够预备心，在当天我们会做团体照，还有全家福的照片也邀请大家能够邀请你的家人朋友，在新春基督徒在新春礼拜第一天是把最好的一天能够交给神，所以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教会来参加新春礼拜，所以也期待那一天不是要睡很晚，那一天是要预备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我们用新的一年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来仰望神，求神来预备我们新的一年。那我们在春节期间呢，特别在1月25号还有2月2号，我们的华语礼拜都是暂停的。那我们请大家留意，我们到2月9号，我们就直接改成礼拜天，改成礼拜天的11点到12点。那请大家留意。那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主题，叫做祷告的能力跟盼望。那其实我们刚刚在敬拜，从刚刚敬拜就会发现，好像有一点问题。那其实牧师在敬拜当中，我都觉得，不管 PPT 如何，不管影像如何，我觉得我们都带着一颗预备的心那刚刚那首歌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也没关系。我们觉得，如果你熟悉，那如果不熟，没有 PPT 的时候，没有影像的时候，你会进入祷告。所以基督徒不是在那边站着会说怎么办？好尴尬。以前我会啦。以前我参加类似这种场合，预备不好的时候，预备不够的时候，设备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都蛮常发生。可是当我们遇到在好像很尴尬、好像很奇怪的场合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祷告会带给你能力跟盼望。来，前后左右，我们人不多，祷告会带给你能力跟盼望。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祷告到底有哪些是祷告所带来的功课？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为以色列干旱来祷告，所以呢，他凭着信心7次来恳求神，一直到什么这个云彩云就慢慢的聚集，然后上帝降下大雨来，然后使大地得着滋润。他是从祷告。
我们从西西家王圣经里面南犹大国西西家王，在他即将以赛亚先知跟他讲说，你可能会因为死亡，你的生命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生命怎么样献上恳求，他向神祷告，他流泪祷告，上帝也因为他的信心的祷告，再一次给他的寿命多了15年了。所以在那当中，生命的需要祷告有没有用？也是有用的。所以各位在座的，如果是学生同学哈，你们遇到功课、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求助无门的时候，你要记得，祷告真的很有用。祷告会让你更安静自己的心，然后你会了解，上帝啊，我把我的困难交托给你，我把我的需要交托给你。但是这个部分一定要在你的心里面要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的心没有神，如果你的心也不愿意，那么那个祷告的心就没有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这个祷告其实很重要，因为祷告会救一个人。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谈到彼得，他当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当他在监狱里面被抓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被抓？他是为了福音，为了传递神基督的福音而被抓。而在那当中呢，所有的教会都知道说，哇，这个彼得怎么会这样被抓呢？所以大家齐心的又透过祷告，同心的为他迫切的祷告，神差遣天使怎么样？救了他哦，那个监狱的门自然就打开哦。所以很奇妙的、很神奇的，他就从监牢里面走了出来。所以这些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祷告会带来改变，会不会？会。祷告无论是气候、人的健康，或者是人遇到的困境，我们都可以透过信心的祷告，神会加添给我们力量。所以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位上帝，不管你的信心现在是如何，牧师都要鼓励各位，祷告在不同的情况当中的能力，是我们应当要有何种什么样子盼望的心呢？我们要知道这种心很重要。所以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雅各书第5章13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左手边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是写给散居在各地的基督徒的一个书信。那他特别去强调一个信心要有行动的表现。也就是说，如果祷告你没有信心，他会不会有能力？是不会的。所以祷告必须要如何透过信心的祷告，而且是带有能力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付诸行动的能力。要怎么样去实践呢？也就是无论信徒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病痛，或在罪恶当中，都应该要依靠祷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有很多人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想说要怎么样去找谁来帮忙可是却很少会去想说我要来找上帝。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以前我都觉得哇，我的家人很多人好像他很有能力，我都会想要去找他，可是又碍于面子问题，碍于我跟他不太熟，所以我根本没有求助无门所以到最后我就发现说，为什么我都不能来跟神求告祷告呢？我可以跟神求啊，难道神不可以求吗？可不可以？神是可以求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今天圣经节里面13节讲到，受苦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不要祷告？他说你就应该祷告祷告是与神对话的一种方式。当信徒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应当要向神呼求所以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
要祷告。跟他说一下，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要祷告。很多年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教师，也是一个作家迈尔。那他曾经横跨这个大西洋的时候，有人请他向所有的这些乘客来做演讲。那有一个信奉一个算无神论者了他听到迈尔在演讲的时候讲到一句话，他说祷告蒙垂听之后，祷告会蒙垂听吗？我祷告神会听我祷告吗？这个无神论者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对他朋友说，他所说的一句话我都不相信了。就在那同时，他这个人呢，他又跑去听，又再去听这场听众当中呢，又有一批乘客，在听完这个迈尔讲完道之后呢，突然间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就拿出一颗橘子。这个老人家即将要睡着的时候，他拿出他袋子里面的这颗橘子的时候，他手放着，心里想着，就睡着了。突然间，这个迈尔呢，我刚刚讲到，不是迈尔，这个无神论者，他一直在那边想说，哪有那种祷告蒙垂听的人？他就一直不相信。那时候他就走着，他身上也刚好有2个橘子，看到有一个老妇人在那边睡觉，然后手拿着一颗橘子他就觉得说，怎么拿着这颗橘子呢？他就怎么样，又再帮他放了另外一颗橘子。这个活动之后他看到这个老人家这个老妇人醒过来了。这个老妇人醒过来的时候，很开心的在那边剥着橘子，非常喜欢。然后他就跑过去就好像要跟他问候一下，就笑笑的说：“他到底在笑什么？难道是因为我刚刚给他那一颗橘子，他在笑吗？”后来呢，他就问那个老妇人，他说：“那个婆婆，请问一下你在笑什么啦？”这个婆婆呢，她就很开心，她就说：“我的父亲啊，我天上的阿爸父神对我太好了。”然后这个无神论者就问他说：“怎么说啊？为什么会那么好啊？”他就说：“我跟你说，我已经晕船晕了好几天，我就跟神恳求，请他再送给我一颗橘子。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呢，醒过来的时候，我刚刚有讲，那个无神论者他怎么样？他把它放在他手上。这个婆婆她就觉得很开心她就跟这个无神论者跟他分享这个故事。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无神论者他一开始抱着一颗好奇的心去询问，到底他在笑什么，在开心什么。当他讲到说他透过祷告而得到了另外一颗橘子的时候，他也想到，这个明明就是我给他的，在他的心中却是上帝应许他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当一个跟神求的人，神会不会应许他？会。可是一个不懂得认识神的人，即便他不知道祷告会蒙应许的人，神会不会用他？也会。但是神会怎么用？神一定会让他明白，让他知道，说哇，真的太奇妙了，祷告真的是会蒙应许的。所以这个无神论者呢，他后来也因为这样而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在祷告当中要成就吗？我时常在鼓励我们的国中生年轻朋友，过去他们曾经在生命当中有许多未知，不知道怎么样改变现况。我相信有一些同学，他们之前跟他的家人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可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他，你可以透过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甚至我们可以祷告神，牧师也在祷告。当我听到有些学生他的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也只能够透过祷告，求神开路，甚至求神预备。当我在跟他们的家人在谈话当中，我就发现神就慢慢的带领他，甚至帮助他，让他们的家人能够启发出爱的生命，彼此相待。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他们家庭就改变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有能力，
而是因为祷告会带给我们能力，最后带给我们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祷告的能力与盼望，我们要怎么样学习祷告？我们要怎么学习祷告？第一个，我们要如何在为受苦者来鼓励？我觉得要记得，当我们为一个受苦者的祷告，你要知道哦，我们其实是不带任何条件的应许哦。祷告需不需要？你要为别人祷告，需要有任何代价吗？需要吗？你自己要祷告，有需要什么付上什么代价吗？需要什么？双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没有？美珍姐，请问一下，你祷告都需要付上什么代价？注意哦，这个我说的第一个哦，祷告的能力跟盼望，我们怎么样学习祷告？第一个，我们对受苦者的鼓励，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对他的代祷跟祝福的祷告是不带任何条件的应许哦。也就是说，当我们要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不要想说，他需要先，我曾经遇过问说你为什么不敢祷告？他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就啊，有没有？你们这要祷告的时候，为你的家人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害怕，有一种担忧，好像不知道会不会应许，对不对？会不会成就？可是你要了解哦，我们如果在一个受苦的环境下，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自己在承担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可是神要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是不带任何条件的，他要给我们。但问题来了，是你愿不愿意为自己这个可能是受苦的心灵，可能是很难过的心灵，来为自己祷告，甚至为你的朋友来祷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原来祷告重要的那个信心怎么来。其实第一个很重要，你要知道，你要为受苦者，为他祷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啊。不是你要多会祷告、花言巧语的祷告才叫做祷告，不是，是你要知道，你只要附上行动的祷告就可以成就。英国有一个知名的传道人，约翰·乔威特牧师，他说过，他说有效的祷告是从心里出来的，带着信心、希望跟决志，和神圣迫切的渴望。可是大部分的人往往是因为认为，我必须要像牧师那样，我必须要像谁那样，要先训练过，懂我意思吗？可是实际上祷告不是的，祷告实际上有效的祷告是从心里面。好，我现在想要问一下宇轩，你有没有什么心里面想要改变的事情？很困难的，有没有？都没有，那你要说感谢主。好，感谢上帝让我有一个非常平安的生命。好，静瑶，你有没有？举个例子，牧师现在顺便能够告诉你怎么做哦。好，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心里面有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有没有？都没有。我举个例子每次我只要遇到我的孩子，遇到他拒绝他的父亲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到，当我拒绝上帝的时候的那种心情，我就在想，你到底在拒绝什么？我要给你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他要拒绝我给他的。譬如说，我说不可以看电视，对不对？好，那他会认为他很想要啊，那我就会开始告诉他，我就说，孩子啊，你要知道哦。你的生命是神所给你的，可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在看电视，你何尝不能够好好的跟爸爸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来祷告？它会让你有智慧哦，你知道吗？当我慢慢的讲，甚至慢慢跟他沟通，他就静下来了。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发现孩子他的生命的改变，也因为我们有效的祷告是从心里面讲出来的。甚至陪伴，透过行动来做邀请，孩子就跟着做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有效的祷告必须要从心里面出来，你自然会带出信心、希望跟觉知的态度跟行动。好，那另外一个马太福音1章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神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节里面，你会知道，神已经应许了，已经邀请了，我们需要的就只是一个热情的回应。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要问，谁才是上帝的儿女？就是上帝赐给他们权柄。那谁是上帝赐给他们权柄的人？再往回看，信他名的人。好。宇轩，你要不要信耶稣？你信了以后，他会赐给你权柄，作为他的儿女。作为上帝的儿女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在想，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我干嘛信他？对不对？好，那牧师举个例子哈，我自己本身，我以前不相信，我以前是礼拜天去教会，然后平时就跑去外面去跟人家打架。然后甚至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在学校是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回到家里面呢，爸爸妈妈说要祷告哦，我说哦，祷告。那礼拜天呢也去教会，然后背圣经节。可是你周间呢，只要去到学校就跟着同学阿弥陀佛。在那过程里面，我发现我并不是神的儿女。当我回想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生命好像是双重人格。而且我会开始用一些诡诈的心情去思想我的父母亲、别人所看待我的，所以我的个性里面我一点都不开心，也不喜乐。当有人说：“你是属神的儿女哦，你要柔顺，你要有温柔。”我就说：“哇，我一点都不温柔。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一点也不敬畏神。”所以我有没有智慧？我不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当我发现我反省我的生命的时候，我发现我时常在做一些不属神的事情，也不是属神儿女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上帝的儿女，好不好？非常好。我一直到高3的时候，当时候教会开始有学吉他、教吉他，然后我就开始学，我就很喜欢音乐。当我开始投入音乐的工作的时候，到大学，到最后我就愿意决志，把我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上帝，然后做一个牧者，做一个牧师。现在我每次只要在服事当中累了，很疲累，像我们教会你会发现好像我们都是用伴唱的，其实我们的乐手原住民朋友他们都回去花莲，所以我们教会真的很缺乏乐手，所以那个宇轩好好学打鼓。那个静瑶已经开始都在弹吉他了，对不对？所以你们都可以邀约你们的同学朋友喜好音乐的，10年后你也会像牧师一样，站在众人的面前诉说，感谢主，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他赐给我有权柄，是因为我相信他，我也愿意接待他。所以我觉得能够进入教会的人，不是他就是愿意去接受，让耶稣进到你生命。所以不要害怕，不知道，你要趁这个时候好好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对病者有信心怎么样对病者、生病的人有信心？我们大部分我们不是得病的人我们通常都会很害怕，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安慰的话，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对病者的人有信心是要做什么？当他生病的时候，你除了依靠医疗，还需要寻求属灵的医治也就是说，心境如果心里面没有神，你会发现你得不着医治的平安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到，喜乐的心是什么？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哇！我就发现当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时常在忧虑要吃什么药才会好，我几乎看过很多人，他曾经为了要治疗他的病痛，吃了很多的药，
几乎最后是先从胃开始坏掉。好，吃药药吃太多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分配药的吃的时辰，你会发现第一个伤到是胃胃之后伤完了以后就哪里？我告诉你，就你全部的器官。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吃下去的是胃，是我们提供养分分散到我们身体各个部能这个器官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的胃不好，大致上你的很多器官都不会好，这是必然的。所以上帝的创造很美好，是要我们能够先回到在灵里面要得着医治的平安，心里面一定要先得着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以前肠胃非常不好。我从小时候到我27岁，我都时常每次只要运动完，或者是喝完牛奶、吃完饭，我总是都是跑厕所。我一直在祷告当中寻求说：主啊，赐给我有一个好的方法，怎么样吃才不会拉肚子、跑厕所。我曾经为了自己能够健康，特别是为肠胃来祷告。可是呢，当我怎么祷告，我都发现求助无门。我记得我在车祸完的时候，那我在好像28岁，我的母亲她因为肾脏不好，那我们就去找到有一个这个营养学的医师。当时候呢，我的父母亲全家他们大概花了3-4个小时在门诊，可是我都不相信，我就在楼下，在车子里面做我的事情。后来呢，我的父母亲就邀请我上去说去听一下，这个对你有帮助。我说那个都骗人的啦。好，到后来呢，我就真的等太久了，从中午门诊到晚上5-6点，父母亲都还没下来，全家都还没下来，你会怎样？不然上去看看到底是怎样。我就上去了。当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做了相关的食物筛检，而且针对我们身上的相关的血液细胞去做马上确定性的观察。当时候我们全家最后在检查完的结果，我们最后得到一个数据：我的父亲他有皮窦炎，我的妹妹她有胃食道逆流，我本身我刚刚讲的我会有拉肚子反应，甚至呢我还会有这个，反正就是每次只要吃完饭都是拉肚子，很痛苦。我们全家都希望得到一个答案，我们时常全家一起祷告，但是都求助无门。一直到这位医师，他是一位基督徒的医师，他跟我们分享这些概念之后，在那当中我得到了答案。各位弟兄姐妹，到最后我终于了解圣经里面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面也未曾想到的。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只不过是刚好你就遇到了这个医生，然后你就好了。这在未信者的耳中听到这种故事，我在想应该也不太会相信了。可是实际上，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的同时，我终于了解到，原来我不是只有肠胃，我得到这个消息，原来也医治了我每次都会嗜睡的反应。哇，对我来讲真的是好消息呀，真的是好消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对病者的信心，神会不会医治？神是会医治的，神是要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第3个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也谈到，对罪人的恩典是什么？上帝把福音得救的真理与盼望，是要帮助每一个需要得救福音的人。你希不希望得救的福音呢？刚刚为什么牧师要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啊？我告诉你，当你没有困难，虽然你可以感恩，可是实际上我是一个很喜欢找困难的人，我很喜欢找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你不妨你也能够试看看，求神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其实我觉得你会发现，你这个人的生命特质会越来越好，而且是越来越温柔，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我最近一直在祷告中，我都求主说：主啊，让我能够看到自己，我几乎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办得到，我也可以去完成它。但是唯有一点是，
我的太太，我的牧师娘，我要怎么样让她更爱我？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孩子更爱我？我求神帮助我的个性，帮助我的谈吐讲话，甚至帮助我的做事方法不要那么的急躁。这些事情是我最近突然间灵机一动的那一种感动，是在祷告当中，真的，神对罪人的恩典是什么？他会透过人在认罪悔改当中，会帮助我们的灵性里面得着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懂得认罪悔改。你是不是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如果你时常会去认罪悔改，你就会发现每一天你所遇到的人事物，都有值得你好好的面对神，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帮助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能够更美好。箴言15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啊，为什么我们所祈求的事情并不能像谁那样好，得着更多的祝福？往往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往往是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并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自认为好像自己已经办到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是恶人献祭啊，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正直人的祷告，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圣经里面呢，也告诉我们诗篇84篇11到12节说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也就是说，上帝所赐的恩惠跟荣耀，是赐给所有只要是正直的人。这样懂了吗？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祷告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你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有人会祷告，可是他从来不倚靠神，他都靠他自己，对不对？他都靠别人，他都靠他的自己的智慧，你听他讲话就听得出来。一个倚靠神的人，他会知道他会如何学习更加的谦卑，做一个正直的人。圣经里面加尔文曾经说过，信徒的祷告不是把自己以为神所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因为神都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把主啊，我告诉你我身体我怎么样，我怎样，其实上帝都知道。但也不是什么催促神来履行他应该怎样，主啊，你知道我多痛苦吗？我怎么怎样怎样怎样？加尔文说，更不是央求他，仿佛他不大愿意帮助人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给我很大的提醒。慢慢的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想要去祝福更多人，慢慢的不单单只是为了求自己的需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信徒的祷告其实真的要好好去反省。好，如果你会祷告的人，牧师会鼓励各位，我们真的要好好要唤起自己寻求神的心，怎么样在默想神的应许当中增加更多的信心，来为别人更多祝福。挪威神学家哈列斯比他曾经说过，无助感是祷告的强大推动力。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无助感，他其实不会想要祷告。所以刚刚其实牧师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啊？我以前我很喜欢我的辅导，或者是有任何牧者，只要在群体当中带领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很期待他们会问一句话：有没有人需要代祷啊？我通常看一看没有人，我就会赶快举手，而且我会赶快讲我现在的需要，因为无助感才会是祷告的强大推动力。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无助感，他就不会认为他需要被祷告，他也觉得不需要祷告。所以他说什么？神学家他说，祷告与无助是不可分开的，只有那些求助无门者才能真正的祷告。
现在牧师看到台湾有许多的变化，我时常看到台湾政论节目在当中，在批评也好，在论述也好，我都时常在想，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的无助感在这里。当我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不愿意奉献、不愿意祷告、不愿意去行动的时候，去爱人的时候，我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看重我们，是因为无助无路可走，他会向他，我们才会向他发出什么？那一种那个迫切渴望的情词啊，那个词语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困难越大，信心才会越容易得着帮助。所以呢，乔治·穆勒他说，困难越大，信心越容易工作。好，如果你的困难不大，你的信心其实也不太会什么太极大的信心了。好，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啦。自己的能力还留着一点点的时候，信心就没有像自己的能力完全失败的时候，那样容易工作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极度的缺乏，你不会知道说我多么的渴望能够求主赐给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很多时候发现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我都只能够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祷告，透过更多在能力上的改变，信心的仰望神，求主赐给我们更大的能力跟盼望。是在祷告当中去经历的，求主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去经历。新的一年，我们必须要立定心志，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祷告，来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帮助跟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让我们学习更多操练祷告。当我们进入2025年，我们需要立定心志。能够恳求圣灵来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有许多遇到难处征战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祷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得不到的是因为我们不求，但是主耶稣你也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恳求你帮助我们，愿我们能够在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向主恳求的时候，我们的心要知道是主你在掌权，是主你在掌权世间的一切的困难跟环境，你绝对不会让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而无路可走。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祷告，在各地方能够过着警醒感恩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愿主你赐福我们，也感谢主带领今天我们的新朋友宇轩同学在我们当中一起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恳求你祝福我们的这些国中同学，让他们在即将进入新的年级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的预备，更多透过祷告来看见自己未来的道路跟方向。求主你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能够时时充实自己，没有浪费时间，好好的学习，能够把握住每一次，能够认识主，让他们的生命更多的丰富，更多的色彩，让他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我们在你面前也恳求你赐给我们，在我们当中纯仪姐妹也来到我们当中，也能够在接下来未来我们教会的圣歌队的工作上面，也恳求神来赐福他前面的道路，能够让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来荣耀上帝，来见证主的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赐给我们前面的道路能够有充满主你的亮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我们即将在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的，在礼拜六好6点半的时间，也愿主赐福你，让你的生命能够充满丰富的平安与喜乐。愿你平安。好，时间关系